来，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珍。慧珍吼，本样就是收看福气来咧，因今比系拜二哦，河西生产线。带来认识到当季河西，了解到菜体的特色。唔是讲大家有发现冇？吼，因了解年和小解嘅食材，太细呢是系，因讲是得食，咪是得拿来做做药用，还讲呢是得来滋养身体嘅哦。那讲呢，因讲你爱呢度小解哦，因是做嘛来小解呢是系希望讲提供还较多啲台湾自家自有嘅农产品分享亲朋友，好来因讲调养下身体吼。因今比来同大家分享嘅呢种食材老百姓可能说起来会较有印象啦吼，韩国头摆头戏棚下只是来买得到，你下呢咪有一群朋友跟恁同努力来做一个推广，所以系嘛今日演先来本人今本日 TV 来宾王凤英、王太公哈。玉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都苗栗来，欢迎今日来大家共下来研究油柑，什么大家？古时咧，因讲到一个戏棚下买得到嘅也就是油柑啦。像应该当到乡亲朋友都有对一个油柑都很有印象，可能有当到嘅朋友，当叫做唔识食过咧，像爱食么咧，因基本嘢就详细嘅来为大家来做下小记咧嗰生下来嚟小记是对一个油柑嘅料理当菜行嘅因嘅长肉圆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在苗栗南庄的陈玉如，长河金的厂，在南庄，因为细细个下吃过油柑，那你下则提供油柑对身体都好，所以呢，今边呢，我来大家分享的就讲用油柑来做料理，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谢谢。係應該下聽對一個油柑嘅料理做麻煩，容易個老大家來做下手機咧。講到以後，有講細時間有食過油柑你係去看戲，也係到哪食到，也無下本來就有。唔係，佢頭擺點方嘅細點嘅，有冇福高順風仲有佢細點嘅地位，只有安尼滷到一隻安尼黃黃嘅。係。對，就是那個小蜜餞。對，頭擺細細嘅下都有。頭擺細細嘅下都有對。其實人家講方面看得到嘅，就係用黃牆還個人講有啲會透光嘅按用嘅。嘅果子，就是你嘅油柑咯，用伊來講起嚟講起你即個細時間嘅一個對油柑嘅記憶，也時間做來問一下王太公去家咧，你頭擺有食過油柑嗎？有，我細有食過，一般安尼都客家莊，像南莊，韓國新埔關西嘅羅市場，一吃到了下都羅市場都很有人嚟買油柑。安樣型古時呢油柑是頭擺下多年都大家嘅人搭嚟也下呢可能因為較豐用嘅，成擺較豐用嘅，古時咧愛食咧可能就較唔會選擇一種嘅東西來食，下個較少蔬菜油賣都單像客家種。好講到以後你嘅油柑做得老大家手機下油柑都台灣都講客家種，喺山其他有種係冇？一般你客家人以前他勤儉，所以在客家莊，還有種較多，因為嗰個氣候也較適合。係，因為一般人對啲客家咧油柑來講，佢係條唔食，蟲係唔食，唔啲嘅人唔啲好食。條嘅唔食，蟲嘅咩唔食，唔啲嘅人咩唔會食。係啦，一樣會按樣型咯。因為佢生葉再加純實實，再味甘，所以呢客家人講做油柑。係，所以好容易都聽到呢客家人講好多油柑咁樣。好，古時也嘅即係本地應該行人本來就種嘅，都係講到係油柑，好容易咪聽到係講油柑。古時佢嘅名係搶一種係冇？加新種，有名嘅，佢甚至好名攞魚乾子，都睇到講魚乾子係。韓國到印度很多其他國家很多按摩樂。嚇？乜解？按摩樂。都有另外一種較貼切嘅名嘅做出嚟啦，食起來本知道對講心情會較好較快樂嘅果子，因為我肥甘嘅，專門要甘古數你講食起來會肥甘，人就會較心情好較快樂啲嘅。好，也就講到外國嘅一個名嘅啦，好一道名嘅，就係睇起吃到當中係因為佢食起來嘅感覺。
说起来感觉古所长要按做油甘，还讲伊个油，其底摆都有油分，系嘛？主要料理的时间做得个加油嘛？哦，其实做油甘料理根本就唔是加油，主要沿平常做菜也系讲煮鸡汤，也系排骨汤，煮落去用到落去，系它回甘，很好吃。其实根本就唔系讲因为佢有油，然做两个做出来唔是油，其实系唔系安尼。油甘迄沿客话讲起来就油甘，因为这样吃落去嘅时间就涩酸酸，但是都密封起就变成冻干，变成沿客话讲油甘迄安尼。哦，油甘啊，即讲油一个最美嘅时间，油甘嘅时间，唔系油嘅就意思啦。客家語就太老，陳雲通先生，佢睇到。係。佢講油甘，講有清油歷史，哦，講油甘係清油營養嘅水果。哦，清油營養、清油歷史嘅水果，古時大家內批嘅人都知油甘。不過，按你講到係也油甘來講，都係按你可能大家講細時節嘅人答嘅，嚇，韓國呢清油營養嘅、清油歷史嘅，一下做咩人按手咧？嗬，營養會上去一下做來台面節來做咧。大概3年前，聽人講，因為有一堆地上嘅種水果、種東西，但是一般所有嘅水果全部限用藥。韓國當中咧，量產嘅問題啊，都人都啷講咧油甘，對於有啲嘅偏離上嗬，佢再講係食療量用嘅水果，係我種塵土去研究咧油甘，所以沉入去了解以後呢，我就一提都栽進去來研究油甘嘅。咁講到一個講藥食啦，一般來講即係強年頭嘅嗬，即係靠營養嘅來去用，係用佢嘅米絲，也係用佢嘅營養成分也得啊嗬。故說你按用有一搭天研究嘅一部嘅時間，研究嘅時間去切格看書，也係講係去像你頭先講到嘅嗬，因佢嘅國泰代表陳遠東先生嗬，佢滿記以外，也係含有去另外去上課用嘅去學習嘅知識。而家台灣都苗栗咧農業改良場就劉雲聰博士，要當到深入嘅研究。韓國太入大學一個謝文章博士，佢也有當到篇那個醫學報道，佢研究得差不多7、8年。哦，有一道嘅相關嘅醫學報道，韓國呢，因農改創業位，咩要來研究。唔過農改創業位哦，佢哋研究嘅。係攞品種攞佢來做改良，亦係講佢來保留一隻品種。佢全部有，韓國有品種改良，也係保留好嘅品種，也係用一直以來佢介紹人用，佢嘅不論係鮮果，也係做到選吃，也係做到酵素，對人身體嘅改變，對佢身體健康嘅幫助，佢全部一度大家都即係講要當到嘅一個書記啦，嗬，所以講要專門要研究一項構字嘅，嗬，也係講呢，都農改創業會點樣要引來推廣，愛來種，嗬，故說就要按到嘅管土本來，即係講認識油甘，講到也會哦，而到2-3年係本來就熟識，係因為油甘爭熟識嘅，哎呦，先本用語來講下。其實本來就大家就朋友熟識，但是可能王先生冇咁樣，就係我本單就唔知講油甘到底何處點來我就種嘅，因為家下講過我細試過，但是我就當想講，細有試過嘅東西，你下做乜唔見體咧？我就當想講我要天好種，係咩為了親地，係做咩呢？所以變成我太啲嘅，我沿風改條就買嘢時就太熟咧。所以離下應該有89年了，8、9、10年了，有這麼久。買嘅時間係年延後嘅，已經動太頭咧。然後佢買進來個下木筍來種。對，近邊這個就是在你做乜嘢都木筍咧？係蘇當摘嘅。真是一下就有係嘛？一下應該唔係採收嘅時節。你用一下你有也應該按錢嘅個字。迄樣嚟講，迄話吼，主要講變成來講。因為油甘有不同的水果冇共用，不同的水果喺成熟的時節
佮到成熟，佮只会得呛呛，但是油甘唔会，佮只会伫树当方挂电。啊，对树苗当按用动掉就唔会去夹跌停，唔会冇埋会跌，就是有风吹，有风吹，不太落果，有风吹它会掉。那因为我家里这一棵掠条就动太条，所以我会帮伊去做过啲个，还有朋友来就靠几只个，那佢动好，佢就变成它如剃起。迄剃起的成熟期，大概第半夜快4，半夜就有对，8、9、10、11、12，其实每一个它会断断续续的成熟。那还有一个是第2期果，像这个是也都算剃起嘞，所以变成佢几年树当只有水果。哦，所以讲到人家爱食油柑，唔係講一下一個世界油，人哋將做得來食得多，就係幾年頭田做油，因為佢嘅。我去摘，我去有一個做嘅去烤佢，佢才會跌下來。因為我愛種了唔係會收成人賣咩吼，變成在院子裡面自己自家用嘅，所以同好用。啊，你講上次迄痛度會跌下來，迄痛度嘅愛就黏黏起來，變落變成扁扁嘅。啊，像我做料理嘅時節，像大擺當日迄煮湯，愛就會雜個變落去。係，所以富卡一年只食到油柑。哦，按樣去咯，其實我吃到講哇，因為冇食到，就會想講奇怪，根本有冇油柑嘅料理，會痛冇？真件呢，嘅像真簡單嘅，迄個煮湯啊吼，你邊記載落去嘅湯嘅米汁出特別好。哦，湯嘅米汁。即啊，個湯嘅米湯啊，就像個酸白菜。煮嘅安尼甘酸酸。所以你個酸白菜係愛滷嘅吼，滷過後後將食起來將按用一唔是嘅吼，你都油柑不用記載嘅，落去就做得食香油一個。你講酸白菜薄薄嘅按用嘅米絲嘅，哦，講到好也真是硬吞後難嘅，吼，講到亞邊係像嘅，你油柑含喺聯合國嘅聯誼物嘅生態。紅蚶嘅好嘅果子係冇？叫做特特推薦咧，特特推薦咧保健植物，保健保健植物啊。3大保健植物之一。迄排即三態就出咧，吼，迄排天機嘅冇排名。即三態特特來最推廣嘅保健嘅食物食材，一樣啊吼。像佢愛來推薦講愛來種啊，也係公用嘅時間。人鴉片，人有冇講貼片，人冇去參加一個聯合國嘛吼，因對講都冇講按用嘅機會。不過呢，你都一個資料當中啊，看得到佢係特特推薦呢，佢都台灣來講啊吼，上來就三排紅係有種，其他蔬菜下南部咁有。不見得，南部嘛當吃得落做，尤其係個北回線。係，係熱帶地，熱帶地咪有熱帶地嘅植物。哦，其實係熱帶嘅植物，哦，熱帶植物嚟講。耐旱啊。哦，其實冇落雨，佢咪做得。做得。哦，古時候你看啊，吼，人哋嘅但像一個油柑啊，一個果子啊，吼，就喺當地人細時節嘅比喻咯，都希望下做買到嘅果子啊，吼，呢個人大概有2種，一種就係油柑，韓國人愛一種係糖度就係一種鮮榨咩吼，有2種係大家細時節嘅一個記憶。喺講呢，人哋每年收嘅油柑，鄉親朋友，如果想愛來人哋分享透過食油柑嘅一個記憶，也係講。食過油柑吃到好啊唔好啊嗬，嗰種嘅分享家下聽做嘅打電話到現場來，先到呢邊來聊下聽。